車手賽車，高，斷住位先，兩架車好接近啊！好，兩架車平排咁上啦，落山路段一齊跳落去冇問題啊！進入第二個圈，好，頭車稍領先啊，唔係好多㗎咋，落山路段，好，冇問題啊！最後一個圈，白色車追緊上面啦，好，上山彎道，白色車過頭啊！好，最後兩個啦，好，恭喜晒！非常精彩啊！後車成功反超啊！好，第二組嘅比賽即將進行㗎啦。好，準備好，高，斷住位置，兩架車一齊跳。好，進入落山路段啦。好，冇問題啊！進入第二圈。好，斷住位置冇問題。上車彎道。好，落山路段。好，進入第三個圈，只要平安翻嚟就可以順利晉級決賽㗎啦。好，冇問題啊！恭喜晒，一試晉級，將會進入決賽。第三組嘅比賽即將開始。好，準備好啦！高，轉住位置，冇問題。綠色車稍領先。好，大家態度唔同啊，上水灣嘅速度有唔同。進入第二個圈。好，上水灣道。好，紅色車追咗上嚟啊！進入最後一圈，兩架車平排咁滯。好，最後嘅上水灣道啦。紅色車追咗上嚟啊！綠色車好，一線進級，恭喜晒啊！好，最後三強已經誕生啦。決賽即將舉行。精神啦！好，三位車手準備好啦。比賽即將開始。高，斷住位置，三架車通過到。好，三架車距離好接近啊！上山路段落山位置冇問題啊！三架車成功通過，進入第二個圈，後兩車好接近啊！好，上山嘅彎道裏面車速有冇變化？冇問題啊！落山路段兩架車順利通過，進入最後一個圈。好，接晒我哋試下。好難可以出嚟。三線首先通過咗。